工程師再以極簡單嘅方法解決咗呢個挑戰。佢哋仍然依靠當地嘅黏土同埋碎石嚟到建造城牆，不過就鋪上多層喺沙漠烈日下曬乾嘅磚塊，仲喺城牆內建造射眼孔，以對付敵人。嘉峪關可以話係一個勝利，不過仍然獨自屹立於西部邊疆，遠離其他邊防部隊。除非將領能夠發信號求救，唔係嘅話，侵略者仍然有機會佔領佢，威脅中國西部。答案就喺風中。明朝嘅軍事策略家改良咗煙霧信號系統，嘉峪關嘅將領能夠喺1日之內發送信息到1200里外嘅北京。